大家好，歡迎收睇科傳研西今日速報。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導3宗消息，分別係精準扶貧報告指出9萬名劏房兒童急需援助，教育局下學年將人工智能納入初中課程引起適應隱憂，同埋淘寶退貨機制大更新，改為香港海退。第一單猛料。今日特區政府正式公布咗一份非常之重要嘅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呢份報告係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親自對外發布㗎。我相信大家平時都有留意香港嘅房屋同埋貧富懸殊問題。今次呢份報告就為我哋提供咗一個非常清晰而且充滿震撼力嘅數據圖像。特首李家超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裏面已經提出咗精準扶貧呢個策略。所謂精準扶貧，意思就係話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大包圍，而係將政府有限嘅資源集中火力投放喺社會上最需要幫助嘅弱勢社群身上。呢個策略推行到依家大約4年時間。究竟成效係點樣呢？社會上有咩人最需要我哋去伸出援手呢？今次嘅報告就俾咗一個好明確嘅答案。首先，政府今次係用咗一個新嘅角度去審視貧窮問題。以前我哋成日聽到貧窮線呢個字眼，但係今屆政府就決定用精準扶貧策略去取代過往一刀切嘅貧窮線。點解要咁做呢？政府解釋話，因為以前貧窮線嘅計算方法單純只係計算住戶嘅收入，但係就冇考慮到住戶本身可能持有嘅資產。更加重要嘅係，舊有嘅計算方法冇涵蓋到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嘅大量非現金福利，例如公屋資源、醫療補貼等等。所以政府認為舊機制未能最真實反映貧窮狀況。喺新嘅精準扶貧策略之下，政府將目標鎖定喺3大群組，分別係劏房住戶、單親住戶以及長者住戶。我哋先嚟睇睇大家最關心嘅劏房住戶情況。根據2024年嘅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以及2021年嘅人口普查數據，香港目前總共有10.07萬戶劏房戶，牽涉嘅總人數高達21.4萬人。呢個數字聽落已經相當驚人，但係報告入面最令人心酸嘅係，喺呢啲劏房戶當中，有兒童嘅住戶被政府視為最迫切、最需要幫助嘅一群。數據顯示，目前全香港大約有29,000個有兒童嘅劏房住戶，受影響嘅兒童同埋家長人數加埋高達9萬人。大家試下想像，9萬個活生生嘅人，特別係正喺發育成長嘅小朋友，每日就屈就喺環境惡劣嘅劏房入面生活。報告進一步指出，喺所有劏房戶之中，最多有兒童嘅住戶佔咗整體接近30%。最令社會震驚嘅一個數字係呢啲有兒童嘅劏房戶，佢哋嘅人均住所面積中位數竟然只有43平方尺。43平方尺究竟係一個咩概念呢？一般一個標準嘅私家車車位大約有130幾平方尺，即係話一個小朋友加上佢嘅父母，每人分到嘅生活空間連1/3個車位都唔夠。喺咁狹窄嘅空間入面，小朋友可能連一張正式嘅書枱都冇，要喺床上面或者摺枱上面做功課。平時食飯、瞓覺、玩耍，全部都要喺呢個43平方尺嘅微型空間入面解決。呢種生活環境對於小朋友嘅身心發展、視力健康，甚至係性格成長，都有住非常深遠嘅負面影響。排喺有兒童劏房戶之後嘅係新移民住戶，呢個群組都有22,000戶，佔整體21.2%。除咗劏房戶，報告亦都詳細披露咗另外2個目標群組嘅狀況。喺單親家庭方面，目前全港有69,000戶，牽涉20.3萬人。政府將育有12歲以下子女嘅單親住戶列為最需要幫助嘅對象。呢個群組有32,000戶，涉及10.1萬人。點解特別強調12歲以下呢？因為小朋友仲細，需要成年人花大量時間去照顧。單親家長往往需要兼顧工作同埋湊仔，分身不暇。佢哋要面對沉重嘅經濟壓力，又難以揾到全職工作，生活百上加斤。最後就係長者住戶。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報告顯示，全港目前有49萬個全長者戶，涉及71.7萬人。
當中被評估為最需要幫助嘅係80歲或者以上嘅全長者戶。呢班高齡長者有10.7萬戶，涉及13.1萬人。80歲以上嘅老人家，無論係身體機能定係活動能力都大幅下降，好多時仲患有各種長期病患。佢哋獨居或者同另一半相依為命，極度需要社區支援同埋醫療照顧。政府強調，未來嘅扶貧工作將會緊緊圍繞住呢3個群組去展開。透過掌握呢啲精準嘅數據，各個政府部門可以更加有效咁調配資源。例如針對劏房兒童，政府可能會推出更多社區客廳項目，等小朋友放學之後有一個寬敞安全嘅地方做功課同埋活動。針對單親家庭，可能會加強托兒服務，釋放單親家長嘅勞動力；而針對高齡長者，就可以加強上門探訪同埋醫療外展服務。總括嚟講，今次陳國基司長公布嘅呢份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為香港未來嘅社會福利政策定下咗一個好清晰嘅藍圖。勞工界同埋社福界都好期待政府下一步會推出咩具體措施，去切實改善呢9萬個劏房兒童以及其他幾十萬弱勢社群嘅生活質素。社會各界亦都應該共同努力，出錢出力，幫助呢啲急需援助嘅家庭走出困境。第二單猛料。講完民生問題，我哋將視線轉去教育界。大家都知，近呢幾年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得幾咁快，可以話係席捲全球，改變緊各行各業嘅運作模式。為咗令到香港嘅下一代能夠具備足夠嘅競爭力，迎合未來科技發展嘅大趨勢，特區政府教育局近日正式公布咗更新版嘅初中科學科課程框架。呢個新課程最引人注目嘅地方，就係大幅度加入咗人工智能同埋創新科技嘅元素。不過政策一出，學界就有唔少聲音擔心，由下個學年就開始推行，會唔會顯得太過倉卒，令到老師同埋學生都難以適應呢？我哋一齊嚟深入了解下呢個新課程嘅細節。根據教育局最新發布嘅文件，呢個名為科學中1至中3課程框架嘅更新版，核心理念係加強科學素養同埋培育創新精神。整個初中科學課程會涵蓋知識和理解技能和過程，以及價值觀和態度呢3大學習範疇。課程總共分為13個單元，包括大家熟悉嘅生物、化學、物理同埋地球科學等等。喺課時安排方面，初中每學年嘅總課時大約係918小時，而科學科就佔咗10%至15%，即係每年大約有92至138個小時嘅上課時間。教育局期望透過呢個新編排，培養學生綜合應用跨學科知識同埋技能嘅創新能力。新課程將會喺2027至2028學年起喺全港中一級全面實施，並逐年推展至其他級別。但係重點嚟啦，教育局鼓勵學校最早可以喺今年9月，即係下個學年就開始先行試教。今次課程更新最大嘅亮點，無疑係人工智能嘅全面引入。教育局喺文件入面強烈建議老師要善用數字教育工具同埋人工智能輔助教學。具體嚟講，老師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個性化學習平台，甚至係學習分析工具，去設計更加適合學生程度嘅學習活動同埋評估。例如，老師可以開啟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將一份科學實驗嘅工作紙同埋評分準則輸入去，叫人工智能幫手檢視答案合唔合理。當收集好學生嘅功課之後，更加可以掃描入電腦，交俾人工智能系統進行初步嘅批改。呢種做法聽落好似好高科技，亦都可以大幅度減輕老師平時改簿嘅沉重壓力。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教育局同時亦都落咗唔少指引去規範人工智能嘅使用。文件特別提醒前線老師喺運用人工智能輔助設計教學材料嘅時候，必須要清清楚楚咁標示相關內容係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嘅。更重要嘅係要確保生成出嚟嘅內容具備真實性、準確性，而且圖文一致。大家都知道，目前嘅人工智能間中都會出現幻覺，即係俗稱嘅亂頓24。如果老師唔把關，將錯誤嘅科學知識教俾學生就大件事啦。
所以教育局強調，就算用人工智能幫手批改作業或者試卷，最後嘅結果都必須要由老師進行人工審核，嚴格把關，確保評核嘅質量同埋學術誠信。同時，學校亦都要培養學生成為有道德、負責任嘅人工智能使用者。除咗人工智能，新課程亦都非常注重國家航天科技嘅發展。喺地球與太空呢個單元入面，課程會引導初中生認識國家喺太空科學領域嘅重大成就。學生將會學習到天宮空間站嘅建設過程、中國載人航天計劃嘅發展史，仲有機會了解本地同埋國家嘅航天科學家喺月球採樣、深空探測等最前沿研究當中所作出嘅巨大貢獻。呢啲內容不單止可以提升學生嘅科學眼界，仲可以增強佢哋對國家科技發展嘅自豪感。另外，課程依然非常強調動手做實驗嘅重要性。教育局提醒老師，雖然用人工智能輔助教學好方便，但係必須要保持同真實科學實驗之間嘅平衡，確保學生有足夠嘅機會去親身參與實驗，以及獲得真實嘅課堂內外體驗。雖然教育局嘅原意係好，希望盡快提升香港學生嘅創科水平，但係學界對於下學年就開始試行，普遍存在憂慮。好多老師坦言覺得太過倉卒。首先，要前線老師喺短短幾個月內，由零開始掌握點樣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去備課同埋改卷，本身已經係一個巨大嘅挑戰。好多老師平時嘅教學工作已經非常繁重，依家仲要抽時間出嚟進修新科技，壓力可想而知。其次，硬件配套亦都係一個問題。學校嘅電腦設備、網絡速度，以及有冇足夠嘅經費去購買先進嘅人工智能學習平台，都係未知之數。如果配套跟唔上，強行推行只會弄巧反拙。再者，學生對於呢種全新嘅教學模式會有咩反應？評估機制點樣先做到真正嘅公平公正？呢啲都需要時間去摸索同埋調整。教育局未來點樣為學校提供足夠嘅支援同埋培訓，將會係呢個新課程能否成功落地嘅關鍵所在。第三單猛料，各位鍾意網購嘅朋友要留意啦！講起網購，淘寶絕對係香港人最常用嘅平台之一。無論係買衫褲鞋襪、家庭用品定係電子產品，大家都習慣咗上淘寶尋寶。不過買嘢最怕就係貨不對辦，以前要將貨品退返上內地，手續繁複不特止，運費仲分分鐘貴過件貨。為咗解決呢個痛點，淘寶其實喺舊年8月已經推出咗一個叫香港本地退嘅服務，大受港人歡迎。但係近日，淘寶就對呢個退貨機制進行咗一次大改革，由6月5日起，原先嘅本地退同埋支持香港退貨服務已經全面升級，並且改名為香港可退。呢個新安排引發咗網民極大嘅關注同埋討論。到底新制度之下，退款流程、運費計算同埋退貨次數有咩改變呢？我哋同大家逐一拆解。首先，要享用呢個全新嘅香港可退服務，買家必須要符合3個基本條件。第一，大家喺落單買嘢之前，一定要金睛火眼睇清楚商品頁面上面係咪有香港可退呢個專屬嘅綠色標誌。第二，你接收包裹嘅地址必須係喺香港地區以內。第三，賣家寄出貨物嘅時候，你必須係選擇使用淘寶官方提供嘅直運或者係集運服務。只要完全符合呢3個條件，當你收到貨發現唔啱、心水或者有質量問題，你就可以喺淘寶應用程式入面申請退款。只要賣家同意咗你嘅退款申請，系統就會直接彈出官方退貨物流嘅選項俾你揀。喺新機制之下，買家退貨嘅物流選項主要有2個。你可以自由選擇由專人上門取件，又或者自己將件貨送去指定嘅驛站退件。你只需要喺包裹上面貼上系統提供嘅專屬退貨碼，物流公司就會自動將商品運送去指定嘅退貨地點。不過大家要特別注意，退貨嘅地點其實係由系統根據實際情況去決定嘅，買家自己冇得揀。系統會判定你件貨係退去淘寶香港官方退貨倉，定係要直接退返去中國大陸退貨地址。
呢個退貨地點嘅分別將會直接影響你嘅退貨運費同埋退款嘅處理速度。講到大家最關心嘅運費問題，如果系統安排你件貨退去香港退貨倉，收費會比較平。如果揀專人上門收件，首公斤收費係16蚊人民幣，之後每公斤加收8蚊。如果自己拎去驛站退件，首公斤就只需要10蚊人民幣，續送同樣係每公斤8蚊。目前淘寶仲做緊優惠，免收續從附加費添。但係如果系統要求你將件貨退返上中國大陸，咁收費就會貴節啦。上門收件首公斤要26蚊人民幣，驛站退件首公斤都要16蚊人民幣，續重全部都係每公斤加收8蚊。究竟呢筆退貨運費應該由邊個去俾呢？原則上，如果係因為商品本身有瑕疵，或者實物同網上嘅描述唔相符，即係話責任喺買家身上嘅話，買家係唔需要支付退貨費用㗎。但係如果淘寶經過查驗之後，認為你提供嘅照片證據不足以證明商品有問題，又或者純粹係你個人唔中意件貨而想退，咁就算訂單上面寫明香港可退，你依然需要自己由荷包掏錢出嚟承擔呢筆運費。當然，如果你本身係淘寶嘅專櫃88會員，或者你買嘢嗰陣有加購退貨寶，呢啲福利都可以用嚟抵扣部分甚至全部嘅退貨運費。另一個引起網民熱烈討論嘅焦點就係退貨次數嘅限制。根據新規定，如果包裹係退返去淘寶香港官方退貨倉，每位用戶每個月最多只可以運用呢個官方服務5次，無錯係1個月5次。如果你喺同一個月內退貨超過咗5次限額，咁對唔住啦，系統就唔會再提供官方物流選項。你需要自己去聯絡外面嘅速遞公司，自己寄件貨返去，費用同埋風險都要自己承擔。不過，如果系統安排你退返去中國大陸退貨地址，目前就暫時未有次數上嘅限制。萬一你真係用盡咗每個月5次嘅配額，都唔使太過擔心。因為去到下個月嘅1號凌晨，系統就會自動重新計算，將配額恢復翻俾你。大家可以隨時入去我的淘寶入面嘅跨境助手，查看自己仲剩低幾多次限額。最後退款嘅審核流程亦都會因為退貨地點唔同而有所差異。如果件貨係退去香港退貨倉，只要官方倉庫驗收確認無誤，就會直接處理退款，速度相對較快。但如果件貨要長途跋涉退返上大陸，就必須要等內地商家親自簽收，確認貨品完好無缺之後，先至會完成成個退款程序，所需要嘅時間自然會長好多。總括而言，今次淘寶改制雖然統一咗名稱做香港可退，但係細節上多咗唔少限制，特別係每個月5次嘅限額。對於啲慣性買大量嘢返嚟試唔啱就退嘅街坊嚟講，確係一個需要適應嘅轉變。大家以後網購真係要睇定啲，睇清楚條款同埋收費，避免退貨嘅時候產生無謂嘅爭拗啊！多謝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新聞又有啲咩嘢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大家面對港股同美股而家咁難搞嘅市況，覺得有啲不知所措，想學多啲嘢，又想參考各大股票名家嘅即時操盤心得，可以考慮訂閱 Fortune Insight Prime。另外，你亦可以直接聯絡90後投資經理阿賢，幫手做資產管理。喺下面資訊欄填一填張 Google Form 就得。喺香港生存，一定要知多啲金融黑幕、內幕爆料同埋經濟投資專業知識。現金流有壓力，有個方法教你零成本賺銀行錢，仲可以套現到170萬。利用信用卡免息分期賺積分，再賺埋高達10萬蚊嘅利息。請即刻訂閱渾水財經 Channel Patreon， 資訊欄一樣有訂閱連結。希望可以喺呢啲產品度見到大家。再見。